大家好啊！我知道咧，有一啲朋友雖然已經定居咗英國一段時間，但係對於英國嘅硬幣咧都唔係好熟悉嘅，仲係分唔清咧唔同嘅硬幣嘅幣值。嗱，呢段錄音嘅目的咧就係想幫助大家咧去識別英國嘅硬幣。如果你覺得有幫助嘅話咧，可以咧轉發俾有需要嘅朋友去聽嘅。我哋都知道咧，香港嘅硬幣咧就有1毫、2毫、5毫、1蚊、2蚊、5蚊同埋10蚊。一共有7款嘅，而英國嘅硬幣嘅分類咧，同香港都好相似，但係咧就有8款，分別咧就係1p、2p、5p、10p、20p、50p、1英鎊同埋2英鎊嘅。嗱，為幫助大家咧識別佢哋咧，同埋方便記憶咧，我建議咧就先將佢哋啲8款硬幣咧就分為4組，每2個一組嘅。最高幣值嘅一組咧就係1英鎊同埋2英鎊。佢哋同其他6款硬幣唔同嘅地方咧，就係具有金銀2隻顏色嘅，而其他6款英國嘅硬幣咧都係單色嘅啫。嗱，咁記住咧，第一個口訣：顏色越多，幣值越高；顏色越多，幣值越高。呢個應該好容易記嘅。而第二個口訣咧，就係可以應用喺每一個分組裏邊。佢就係咧，體積越大，幣值越高，體積越大，幣值越高。咁因此咧，同樣都係2隻色嘅硬幣，當中較大嘅嗰個咧就係2英鎊，較細嗰個咧就係1英鎊。呢個應該好容易分啦。好啦，咁落一級嘅分組咧就係 50p 同埋 20p。佢哋最明顯嘅外觀特點咧就係多邊形。講準確一啲咧，佢哋係7邊形。但係咧，唔建議大家花時間去數佢有幾多條邊啦。你只要知道咧，佢哋係多邊形就可以。咁記住咧，剩翻啲6個單色嘅硬幣裏邊咧，多邊形嘅硬幣咧就比圓形硬幣嘅幣值咧係較高嘅。呢個亦都應該難唔到大家嚇，咁可以記住佢。而我哋再應用第二個口訣咧，就係頭先講嗰個第二個口訣咧，就係體積越大，幣值越高。咁因此較大嗰個多邊形硬幣咧就係 50p， 較細嗰個咧就係 20p。 好啦，嗱，剩翻咧仲有4款嘅硬幣，佢哋就係 1p、2p、5p 同埋 10p。 佢哋都係圓形嘅，但係可以按照顏色嚟到分組。我哋都好清楚啦，銀嘅價值咧係比銅咧係高嘅，咁因此咧 5p 同 10p 咧係屬於銀色嗰一組。而最低幣值嘅 1p 同2p 咧，就屬於銅色嘅一組。嗱，咁我哋又再次運用第二個口訣咧，就係體積越大，幣值越高。咁因此咧，較大嘅銀色嘅圓形硬幣咧就係 10p， 較細嗰個就 5p。而較大嘅銅色嘅圓形硬幣咧就係 2p， 較細嗰個咧就係 1p。咁好清楚咯，好容易分咯，係咪啊？嗱，我相信咧。以上所嘅講解嘅咧，係會幫助到大家有系統咁去認識英國嘅硬幣啦。如果聽完咗之後咧，都仲係一頭霧水嘅咧，咁我建議咧，你先集齊8款嘅硬幣放喺自己嘅面前啦。咁同埋咧喺有家人嘅陪同之下咧，一齊咧重聽呢段嘅錄音嘅。咁我相信都會係一個好愉快嘅家庭活動嚟嘅。咁只要不斷咁重複學習咧，就自然會熟能生巧啦。咁我呢度祝大家咧生活愉快啦！使錢咧使得精明啦，又愉快啦，好唔好啊？咁今日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